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新增加16000多的本土病例，已经继续转好，隔离措施嘛搁放凉，而且参加进香游览唔免搁强制住3天。国道1号罗南石子交流道边仔山壁放弃，经过抢修透早高速公路罗南2车道专线通车，也毋过交流道也未。联合国气候变迁的会议即马伫埃及召开，议程内底头摆讨论好嘅国家敢要补偿受气候变迁影响受害嘅产车国家。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国道1号罗南石子交流道边仔的山壁放2界。高公局伫今仔日提早伫半暝3点半的时就已经完成罗南2车道专线开放通车。也毋过因为今仔日拜一透早上班时间车较济，这个路段也是有塞车。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伫立法院时表示，后续山壁恢复补强工程爱搁做半冬。石子市区的平面道路搁塞车，车甲人用慢慢驶。国道1号罗南石子交流道边看放落去，工程单位全日抢修，拜一透早3点半，罗南2车道提早专线开放通车。啊，毋过五堵石子路段透早上班时间也是出现止步现象，车速无到20公里。不然它长久时间要半年了，我们不能把它路封半年。所以那边还是工地啊。边坡的工地有它自己的施工便道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工区。是，但是我现在有2排的这个排桩都已经挡好了，短期已经处理好了。交通部长王国材去立法院备询，承诺石子罗南匝道甲出口一线道会伫11月13早起6点以前通车。针对及时检测石子这边的部分，王国材也咧评估半年的复建期间，将边勘定这期定测范围加大。我们有没有相关的具体的精进补强的措施？在整个这个边坡的处理方面哈，现在要扩大。这次的滑落是从上面滑落下来，不是边坡的滑落。这意思是说，它上面的这个范围已经很广了。这个集水区哈，不是只有在边坡，在整个集水区都有了。虽然陆续恢复通车，短期内无安全记录，不过边勘的加固工程正多要开始。因为要求交通部3个月内针对国道公路总体检，王国材回应会先针对全台597例司机边勘进行检讨，也需要时间等待各单位的评估了后，各提出长期的改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咱是新增加16000多的本土病例，有34个人死亡，已经继续转好。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对今仔日开始参加进香也是游览，唔免搁强制住3天。啊，那今仔日开始公共场所嘛唔免强制磅体温。另外，8.5次世代预防车按算伫拜3 11月初9会送到咱台湾，上紧11月18通开始注射。16538位，的本土病例感染者，那这比起上个礼拜的礼拜1，是降低了26.8%。那这也同时是我们8月15号后面的这段时间里头最低的病例数最少的一天。那死亡个案有34个，那比起上个礼拜全部这样看起来的死亡病例数也比较来得少一些。整体疫情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来发展。今天新增的34例死亡个案，有1例年纪较年轻的是30多岁的女性，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疫苗，那本身有心脏病以及有这个酒精方面的这个疾病。另外，我们在11月7号起，就是针对会接触不特定人士或无法持续有效保持社交距离活动的民众，已经取消了这个 COVID-19 疫苗的第3剂接种或快筛的限制。那这个部分是包括绕境啦，还有进香团的参加成员，还有旅行社的这个旅行团的成员，另外还有这个其他场所例如芭乐行业跟健身房。我们预计到货的时间是1月9号，11月9号，也就是礼拜3。我们预计开打的时间可能是在大概11月18号左右。拄则看到的是头大2点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即阵咱国内疫情已经宽咧转好，国内的防疫规定嘛有分2阶段咧放量。今仔日是第1阶段，对今仔日开始，确诊者的隔离改做7+N， 啊，若甲确诊者带做伙的厝内人嘛唔免搁隔离。
望体温确认温度正常，选去各用酒精消毒双手。过去要入去公共场所的人，都要伫入口所在先量体温。公庙要办大型的活动，也有3期疫苗的证明。不过，为7日开始，指挥中心放令4大防疫措施，包含确诊者隔离放令做7+N日。共大接触者该0+7自主防疫，居家隔离加入历史，也取消旅行团、健身房、要紧8大行业等3期疫苗证明。到公共场所也别强制量体温。我看到我还是会用酒精消毒啊。我们有一个医护组，我们的阵头，我们也宣导他就是自我管理啦。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有发烧，那你就不要来。好，那我们也有照册。指挥中心顶礼拜公布做新冠疫苗的保护效益分析，用部分年会站来看，做3期高端疫苗对预防重症症死亡率的保护力拢有9成，只排伫的 BNT 后面，因其外界这期数据是咧保护高端。卫福部长许水源早起伫立法院也做出澄清，把这些资料整理好，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各个不同的疫苗。到底他们的保护效力各是怎么样？这个不是针对高端做的。不过，国民党团阁开记者会批评政府独立护航高端，要追究相关官员的行政、法律甲政治责任。最夸张的是，由卫福部的疾管署代写提出这个效益报告。卫福部为什么独立高端？是谁决策做成的？国民党团强调，去年7月核准高端 EUA， 迄时阵的核准条件是要求高端爱检附国内外这瓶疫苗的保护效益报告，临时疾管署。高端已经违反迄时阵的附加条件，且卫福部爱依法撤销高端 EUA， 各对土采购高端疫苗的40.3亿的经费。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的友邦圣克里斯多夫及威尼斯的总理德鲁带团来咱台湾访问4天。今日早起访问团到归，这嘛是伊伫今年8月初6就职了后头摆来咱台湾访问。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vey warm greeting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St. Kitts and Nevis, y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e are truly honored to be here to strengthen the bonds of friendship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for their warm hospitality and the excellent arrangements put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we have a successful mission. 德鲁表示，这届访问团会针对台湾的工业文化、气候变迁、国际交流、两国互相交流论坛讨论，这桩上重要的是深化两国的关系。伊嘛讲会继续替咱台湾讲话，互台湾加入国际社会。咱总统蔡英文明仔载嘛按算会用军礼来欢迎德鲁总统。因为天气的因素，因一礼拜夜空军天龙操演今仔日举行。若昨昏中国的军机阁出动46抓飞来咱台湾扰乱，专家是认为讲有可能是针对咱今仔日的天龙操演先来甲咱提醒。F-12战机初7透早8点外为花莲空军基地起飞。本地顶礼拜起稿的天龙操演，因为天气歹的关系，延到11月初7至11，是空军部队作战训练成果的重大考试。飞行部队、地面部队会进行作战技术的竞赛。不过，初6中国阁派46只军机扰乱台湾，其中苏凯3空、潜锋7甲无人机阁出现伫台湾的北部。中国空军它也是藉由这个庞大的军机来威吓台湾说你们空军有天龙也超人是不是？我的架次比你多，而且我的机种比你多，包含有人战机、无人机。剑锋7也配置了新的一些空对地的飞弹，所以它出海进行演练，搭配无人机，那未来可能就会变成是说主力战机担任那个主攻，那这些剑锋7还有就是无人机就当作辅助的角色。苏志芬认为中国会派亲像潜锋7这款巨型的飞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减轻现役机队先进战机的后勤负担，因为中国军机发动机的寿命，敢若咱台湾国军战机的1/8左右。台海局势依然真紧张，国防部长邱国正进前阁讲，若阵拄到突发的状况，会随伊作战区做主体，唔免等下令，会当随加入作战。
这就是各个作战区，它现在等于是可以变成一个以往称的小横山。如果万一横山指挥所失联的话，各个作战区还是可以独立作战。苏志云表示，这会当帮助国军整体生存甲反击。陈国明表示，前线部队若准拄到状况，要安怎反应，第一线指挥官拢有独立的作战权责。两岸情势愈来愈紧张，中国对台湾加重军事压力，国军会保持袂主动起事空。不过，若准正式要迎战，嘛会拼到上尾。记者温家凯、欧文勇、林志坚台北华联报道。来关心选举，9合1的选举2楼要登票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昨暗刊出一张相片，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咧参加食饭会的时，甲一个女性2个人手牵条条引起讨论。陈时中有亲身出面背会甲澄清，伊批评看到广告词共侮辱，真不应该。另外，国民党的蒋万安风声讲，伫选举进前，伊会撕掉立委来冲选票。伊早起是回应讲，伊会按照家己的脚步来做事。从年底选战，前联电党主长赵兴成参加记者会，第一遍为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徛台。严过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昨日暗伫咧 FB 抛出几落张相片，只讲陈时中伫咧参选了。甲其中一位女性双手牵安安，引起大家讨论。对此，造风车执行长刘秉仪反击讲，这是公开场合，文中不实的指控，对当事人真无公平，请停止人身攻击。没有所谓的咸猪手这个问题了，那是一个公开的场合，那用看图说故事的方式对人格的污蔑，我觉得是不应该了但是中期亲自出来做说明。对像蒋万安是无对相片发表意见，也毋过应该了解媒体家己翕的相片为什么不爱用，甘愿流出去变做强果，是毋是受到什么压力？另外对于是毋是伫咧选前会甲立委撕掉，蒋万安也做回应。我都是按照既定的选战节奏跟计划进行该做的事我都会做。选前倒算19天，国顶下大家拢伫咧抢票。无党籍候选人吴珊珊，虽然开始骑脚踏车驶台北12区的造势活动，最后一站转到台北市政府，郭文哲也送伊一个公事包代表团成，希望会当催出更加侪选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焦点是新竹市长的选举，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洪亚公涉嫌诈领助理费，伊今仔日亲身说明，交代胜利的前助理工课的内容，证明讲伊是有咧做代志的。伊嘛按算要针对新闻报道的检举人提出告诉。毋过国民党的林景仁今仔日继续亚讲，另毋那安尼，哪亲像阁有疑似南山报加班费的代志。若民进党的新会红是爱高虹安。讲老实话，才是上好的对策。新竹选前倒算时刻，国民党候选人林景仁指控民进党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调查局北基站也已经展开调查。高虹安伫咧揣测亲自出来说明，提出交代工作对话记录，也个已经同事的背书的影片来证明李中庭确实有做过国会助理的工作。全天候的社群管理，或者是这个公务手机的接听，那以及6日的随行活动行程，其实真的，我说真的，他就质疑这个加班费的事情，说什么1个月46小时，我想请大家算一下，这样子的工作量。老实说，我自己在看完这些工作记录之后，我觉得42个小时都还嫌少。从来劳健保挂在哪一个事业单位下面，就跟他有没有从事这个事业单位的实质工作是没有相关的。高虹安讲，在这段时间，伊拿走行程，也该拿收集证据来证明家己的清白。因来伊对手林景仁也个另外表讲，几落位高虹安的工会助理，伫咧2020年3月到迄年年底，就会拿1班到7班的加班费到办公室的口座。即期高虹安把助理加班费当作小金库来使用。担任助理还要上缴金额，金额接近高办同时期可申报的加班费总数，更没有听过用助理上缴的钱用来支付给非立法院助理的薪水。由此可见，高委员已经把这些钱当成自己的小金库。高虹安面对这么多的争议跟质疑，诚实回答才是上策。新会红在这边强调，请高虹安面对证据，才会讲老实话。调查局北基站到吹答是也无约顺检举人或者是关系人，也毋过讲会依照行政中立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高雄的文物碗盘摔破去，引起各界关心。最近，阁有立委咧也讲，其实伫马政府的时代，就捌因为一百度要赔款的关系，甲这图加掉一规。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立委今仔日就专工去高雄考察。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特别到高雄考察，针对进前高雄山诱回文物破损，几个立委拢认为，虽然高雄有提出报告，不过疑点也真多，要求要有详细的证明。如何能够来证明它是自然破损的？又或者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 SOP 或是适当的监视器的画面，我们怎么能够确保是它开箱的时候就造成这样子的破损？另外，这几天还有立委也康讲，高雄有一把清朝时期的黄河南州普桥道，在2012年时要展出进程，迄当时的科长兼测点人为了配合展图的尺寸，无照天数通报。就甲官邸背侧的花翎两边拢拆掉一部分，高雄无听取相关人员，甚至传出有高层下令，甲这件代志做笔件。高雄采取回应，当年的测定人员即阵已经免检科长一笔，卖回溯调查，敢有人为损害，卖公开结果。针对高雄少年线文物损害风波，有立委提出高雄应该针对文物全面盘销。现在故宫营的这个典藏有70万件的文物。应即刻启动整个故宫文物盘点的一个作业，确认故宫文物的状态，给国人一个完整的一个交代。立委安排靠房视察，要了解文物提领的作业标准，另外嘛要了解南前三馆文物客局满期，敢参高雄扩建有关联，几个视察定序会进行到下晡。记者台北刘水台北采访报道。来关心面板市场，即马景气冷叽叽，春创高站、军创高站10月份的时减薪水了后，即马风声讲，有机票厂商嘛受影响，高阶主管嘛爱减薪水，而且个风声讲，伫旧日过年刷了后，就会裁员。会知影经济部长王美花伫立法院时表示，受国际局势减淡的影响，面板产业确实有受冲击，也毋过并无听到要减薪水，也是要交员工死头路的代志。科技业景气不好，军创高层10月减薪水，顶原的关键零组件驱动 IC 业者营运更加艰难。传出有指标厂最近高层经理人也减薪水，显示电子产业景气落差。高层的部分自动减薪，那他让以身作则，让员工能够理解大家共体时间。国际趋势的问题，面板业确实是受到的冲击是在第一线，然后那因为这个家用这个电子产品都需要用到各式各样的面板，所以它如果需求有一些萎缩，那确实就会受到冲击。王美花讲，因为国际局势影响，面板产业确实是上受影响。不止最近传出高层减薪水，呼吁基层员工爱强度艰难。进一步观察科技业的营收，也有落差出现。亲像天域科技营收报告，今年10月是12亿6054万，比顶个月减少2.8%，比去年同期减少44.6%。统计今年1到10月营收也年减10.8%，引起各界重视。科技高层减薪水，是不是只是第一步呢？帅气是不是会带动再原调？会不会因为要缩减营业成本，会不会有可能他们就要面临到大波的裁员？我们的这些厂商呢，都是跟员工一起打拼起来的，所以这个厂商。其实他需要的是大家更多的鼓励，那他们也会好好照顾员工。强调目前无再原调问题，不过不止 IC 面板产业落差，观察去年台湾上市贵公司伫中国大陆投资收益写一年的高点，不过如今回到台湾，却创下8年来新低。王美花指出，这是厂商做分散布局，只是电子产业营收想要好转，上紧恐该等到明年顶半年。库存去化了后，才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放假，昨昏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拄到警察临检，伊嘴又问要竞选，佮赛车去弄警察。警察随对伊的车链开12枪，尾也有掠着人，嘛发现讲伊啉烧酒赛车。即马啉烧酒赛车佮弄警察，会妨以这项罪名移送法办。无伫关警车伫后壁一直响，这台黑色的轿车用蒙水的，2个侠仔想要逃走。
伫咧路的开车相连，警察怀疑停车，嫌过驾驶突然间把过弄警察，警方对伊车链连开12枪。拄到警察临检，想要逃走，最后又被压制。这个查甫人经过酒测了，酒测达到0.5。那就是好像鞭炮的声音啊！我开车，我就知伊个微微个困去。52岁姓李的查甫人，找起透早1点外，伫咧西门町附近，车是开甲歪歪斜斜，佮跨过双黄线。被巡逻警察看到了，想要解动，因过伊看到警察随逃走，半路被抓来，也个把骨想要弄警察，警方随开枪，也是继续走，一直入到新北市的沙丁堡才被抓到。他就是往后冲撞，然后就受伤了，就怕他再倒车，就可能会造成同志2次伤害了，所以我当下开枪喝令他。警察被弄到了，正脚受伤，最后派出8位警察，入超过3公里，无半点钟才甲人抓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无酒驾的前科，这回啉酒开车，一个攻击警察，昨来被依照妨碍公务加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件最近受社会关心讨论的是，垂头路的民众去拄到诈骗集团，防拐防苦毒，佮出人命。警方救出58个受害者，嘛已经抓到涉案的干部。法院伫昨昏裁定收押禁见。警方继续追查，即马佮抓到5个嫌犯，内底有4个人要涉嫌协助等尸体。目前诈骗集团的歹徒已经抓到23个，这个案件有造成3个人死亡，那3个遗体拢已经找到。几个查甫人伫咧车后壁鬼鬼祟祟，因将甲尸体搬去咧后车厢。警方以车掠人，找5暗加找6透早，伫桃园市的北德甲高山掠到4个斗相共等尸体的嫌犯。出了下昼4点外，所查各有证点。专案小组伫咧新北市的三甲，如果抓到一位姓詹嫌犯，伊涉嫌负责运送物资加发薪水，现场查扣改造手枪、毒品加10万块。另外一个斗相共运尸体姓蔡嫌犯，随后到桃园市埔子派出所投案。警方依照实行拘禁致死等罪嫌，将外号地档的35岁姓陈的查甫人移送地检署。法院认定嫌犯有盗墓、搞串强犯证人等理由，裁定羁押禁见。死者的家属希望法院能给判重刑。说是一定有啦，但也是比较难过的部分啊。那我希望法律能判重一点啊，把人家害死。是真的有点可恶啊！警方随后就替嫌犯登到现场，指认等尸体所在。下面的人员回报是说不是很完整啊，因为现在被藤蔓缠着。并伫第21线74.4公里的所在，先发现等尸体用的行李箱，要让尸体也找到，验过尸体已经无完整，一关监视小组确认身份。规个案件即马有58个人被救出来，抓到23个嫌犯，其中14个人受押。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国有挖900个眷村，最近这30档陆续在都更在改建，因为牵涉正大的开发利益，一直拢有争议。有立委伫今仔日开记者会，指控新竹的土架新村贯穿好身份的认定有争议。也毋过国防部是回应讲，因为伊无法度提出住伫遮的证明，而且法院的行政诉讼伊嘛败诉，毋是挑故意的刁难。国防部应维护政府权益。大声喊口号，要求国防部维护眷村住户的权益，避免有独立的情形发生。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初7替新竹北侧土架新村眷村的住户举行记者会，希望解决亲像周先生伊伫个眷村住户身份认定的争议。因为周先生讲，伊从细汉就住伫这个眷村内底，不过因为居住证的名册认定有变化，去互认定毋是眷村的住户。而每一次改变，把顺序颠倒。把顺序排来排去，趁这个颠倒的过程中拿掉一些，又抽一些进去，这是玩魔术还是干什么？有争议的部分，然后希望国防部相关单位能够妥善处理。参加记者会，国防部人员强调讲，周先生因为无法度提出居住凭证等等的证明。法院诉讼嘛败诉，所以认定不是眷村的住户。依照眷改条例规定，所谓原眷户是要领有国军的居住凭证或核备公文书。那周先生他一直拿不出这个证件出来，他没有居住凭证，也没有核备公文书，在法令上他就不是原眷户。因为全国有约900个眷村，最近这30年来小连续改建。
毋过煞因为涉及侪开发的利益，也佫有贯穿住户的权益，到今拢一直有争议。伫位希望会后国防部会当佫做协调来解决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即马伫埃及召开。外电有报讲，各国的谈判代表即马同意要讨论好嘅国家敢来赔偿受气候变迁影响较深切的国家。这嘛是气候赔偿的议题，头届放入去议程。COP27 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第27擺締約方會議設落伫埃及開會。頂一屆主席蒂蘇斯指出，目前也無法度將地球升溫控制伫1.5度內底，呼籲各國領袖要有所作為，避免氣候災難降臨。擔任這一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主席，也是埃及外交部長的蘇克里表示，氣候賠償會第一擺列入大會議程。This creates for the first time, an institutionally stable space on the formal agenda of the COP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to discuss the pressing issue of funding arrangements needed to deal with existing gaps in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苏克里佮补充，这摆讨论无牵涉义务，或者是有约束力的赔偿。目的是要伫2024年进前提出一个确切的决定。去年英国格拉斯哥 COP26 会议顶悬，各涉及国家法官设置损失甲损害金援机构的提议，转头倒来支持一项针对金援的新3年对话。联合国官员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This is a difficult subject area. It's been floating for 30+ years, so that the fact that it is there as a substantive agenda item, I believe bodes well. 来自非洲青年伫中国华口河野步调进行和平示威。对抗争组来讲，上特别是 COP27 各设立专门和抗议者空间，各第一摆设立儿童甲青年馆。和少年人不过支持伫中外发声。The young demographic, the biggest demographic on Earth, we are 1.4 billion, but we are also the most affected and we're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ed. Our health is affected, both ou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the least contributors and the least ther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这一届会议要进行2礼拜，包含美国总统拜登在内，差不多有110位各国带头人拢出席，包含能源、金融、气候变迁等，拢会列入讨论议题。各设立第一个粮食馆来讨论国际粮食的安全。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东非的国家坦桑尼亚伫昨昏是发生空难，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9个人死亡。飞行机顶包括机组人员计共有43个人，是因为天气歹，在降落的时摔落雨。真侪人敢若伫咧游速滑比赛同款，想要甲设立去维多利亚湖这台失速的客机拖起来，还佫去阵开来斗3工。这台编号 PW494班机载着包括1位幼婴在内，总共39位乘客，4位机组员，自坦桑尼亚金融中心3南港飞到布科巴。Hiyo ndege ikiwa kama mita 100 imepata taharuki kwa sababu ya hali ya hewa ilikuwa mbaya katika eneo letu, mvua ilikuwa inanyesha, kwa hiyo ikatumbukia kwenye maji. Tunaendelea na uokozi wa hiyo ndege ili tuweze kuinasua hapo ilipokuwa kwenye maji. 看到代志发生的民众讲，飞机伫咧能见度无好的情形下，摇摇摆摆飞到机场，准备要降落，但阁无成功，尾就摔喺湖内面，机身大部分拢沉喺水底。附近的渔民、搜救人员赶紧甲内面的人救出来送病院。坦桑尼亚卡盖拉地区的行政首长讲，2位飞机的驾驶伫飞机摔落了，抑佫活着的，赶紧联络搜救人员，讲机舱内面勇气是愈来愈少，搜救人员到位时阵已经有人死亡。Na kituo chetu kwa ajili ya tunaita family assistance kwa hapa Dar es Salaam ili kupata habari mbalimbali kiko katika hoteli ya Blue Sapphire pale Vingunguti。总统哈山伫咧推特大文表示悲痛，也讲搜救人员继续伫咧救人，大家要保持冷静。精密航空1993年成立，肯亚航空有部分的股权，主要营运国内加地区的航班，也有去塞兰格提国家公园加桑吉巴群岛这个热门的地点的私人包机服务。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那意大利过去一半个月是拒绝真侪只救援船靠岸，也毋过昨昏有落冷，有帮一寡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人，甲含一寡囡仔上岸，也毋过大部分男性的移民拢拒拒绝。人道组织即马是批评意大利伤残忍、心肝伤雄，
不过意大利是强调，救援船的注册国是爱负起上大的责任。切落伫西西里岛的第2大城卡塔米亚港，看到部分的渔民落船上岸，入去救护车做初步的检查，了后摕食食甲滚水去巴士顶管等后一步的安排。因大部分拢是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人甲囡仔。另外一边，还佫有3只救援的船，差不多900人无法度上岸。Agitation is evident among survivors that have been on board for 16 days now. 意大利政府表示，无符合入世条件的人都要离开意大利的水域，而且应该要由迄只船注册的船机构来照顾。其中一只属于国际 SOS 救援组织的人道1号，船长继续接收，继续甲船泊伫港口，并无离开。Politica che abbiamo condiviso è di non deflettere rispetto agli obblighi umanitari che vanno sicuramente posti in essere nei confronti di persone che vengono raccolte in mare, esigenze di mantenere il punto sul rispetto degli obblighi di paesi di bandiera. 法新社报道指出，这救援的船分别伫咧德国、挪威注册，不过包括意大利在内，三方面都无认为因有照顾移民的责任。意大利国会历史上头一个非裔议员苏马霍罗批评讲，政府拒绝予移民上岸，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甲世界人权宣言。新任总理梅洛尼讲，要阻挡下过地中海来的非法移民。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今年到目前为止，有超过87000人伫咧意大利登陆，其中14%的人伫咧海顶互救起来，而且由救援船载去安全的所在。真侪移民搭真细只搁下钱的船为北非出发，现在伫咧海顶拄着困难，互救援的船救起来。这移民虽然互救起来，不过并无互接收，处境也是真困难。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苗栗县长的选战真激烈，无党籍的候选人郑东锦洪亚公违法乌沙石啊！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立委今仔日就专工去苗栗岛内考察。那郑东锦的竞选总部是回应讲，伊并无做沙石的生理，只是甲地租予沙石场尔。无党籍苗栗县长候选人郑东锦，去互对手的阵营逼出甲沙石业者关系真密切，也搁甲沙石顶伫苗栗岛内的农牧用地。采取立法院内政委员嘛会同相关单位去现场了解情形。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案场的违法问题，这是整个苗栗金权结构跟政治生态其实已经并入高亢的问题。考察小组去苗栗岛内的水枪段，一堆一堆的沙石啊，袂似小沙轮同款，高度有到50-60层楼悬，边仔都是田。洛阳甲时代力量指记讲，这地目是属于农牧用地，不过所出现沙石顶伫遮，要求县府爱理前感受合法。我们6次总共开罚了，依照区域计划法总共开罚了新台币91万元。我们最后一张单有限改期，是11月3号开的，那限改期有3个月。苗栗县府表示，会以违反区域计划法来裁罚，而且要求限期改善。那对手嘛指记讲，除了岛南水枪段，还有南庄4万段、甲东螺老家人段的土地。伫郑东锦摕到土地了后，就规片变甲更噜噜，超量甲沙石顶伫遮，还佫用土地向南庄农会申请未缴贷款。贵委议长，这种公然违法的事实，已经不适合再当苗栗县的领导人。而且宋国鼎议员此次出席考察会勘，并未领取立法院的任何费用。该处罚就是处罚，所以说地方政府你开的罚单，我相信业者他会去做一个改善。郑东锦阵营强调讲，沙石场并不是伊经营的，敢若是负责租土地尔。强调讲一切拢有合法。即马选战愈来愈活，苗栗县的攻防是真激烈。记者综合报道。那去年6月份，中华的交友大楼发生火灾，殉职的消防人员陈志环的家属要求县府爱设纪念碑，让大家来重视消防人员的权益。也毋过，甲大拢无共识，家属即马无愿意搁等啊，因决定要家己募款家己设。中华市公所有证实讲，已经同意提供中华火车头头前的公有地。民间自立展决心。中华交友大楼殉职的消防员陈志环的家属，初7伫县府头前抗议，批评中华县消防局举办3摆立碑延续的会议，却拢无讨论的诚意，超工咧拖沙，所以宣布要发起群众募水活动，由民间家己来立碑，邀请社会各界同齐来参与。跟消防局会议，甚至是这边的记者会，就是爸爸都是有自己亲自参加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打击。那所以
最后我们才会选择用这样子自己以民间的力量来做立碑的选择，这样。但志焕的家属强调讲，消防军官常常咧口说讲，今仔日办公祭，明仔载放袂记，彰化就是这种情形。管区虽然捌提出伫东区消防分队立碑的方案，不过地点并不是公众场所，无纪念甲教育的性质，落尾嘛无规划细节。家属直接彰化市公所，公所同意提供彰化火车站头前的公有地来立碑。市长林世贤表示会全力来配合，希望社会会当重视消防员的权益。几个地点给他们筛选了，所以他们已经决定在火车站了。其实火车站不是只有公所的土地啊，也有县府的土地啊，县府的土地更好、更适当啊。可是我觉得他们还是不愿意啊。有关这个立碑部分，我们消防局工作小组的一个研议，还是要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还有我们也考虑到全国一致性。消防局代表接过家属的申请书，不过对于后续的做法无愿意加讲。但志焕的家属表示，目前正在估算立碑需要的经费，军属募资的计划，预估上紧年底会开始，要正做民间推动消防改革的头一步。记者杨敏芳、彭焕群综合报道。当25公里的展文南化连通港的工程，2019年开工以来，影响台南山区的交通，嘛捌造成车祸。最近休困时啊，假日佮改造单线双向通车，造成后壁大塞车，引起民怨。相关单位讲会检讨，未来会避免伫休困时啊，假日调拨车道来施工。来到第三线往南化方向，头前有交通管制人员准备要闸车，互对向的车先通过。然后路中央嘛当看到正在做管线工程。虽然讲有交通管制人员在指挥，不过也是当看到一台车也佫驶唔到边去。展文南化连通管线工程主要是连接展文水库甲南化水库。2019年开始施工，按算这个工程要做6年。最近因为吊管工程，所以调整车道，伫咧假日啊，甲2线道改做1线道。原本就已经正塞，又搁断吊车害去过路，所以塞车塞上百米，引起民怨。起初阮是徛伫反对的立场啦，但是政府的政策我就无法度啊，我嘛是要做，啊是讲伊尽量啊吼，甲阮这个交通的方面啦吼，处理好势啦。哦，啊你像昨礼拜迄个交通流量足大，哦啊你即摆时阵啊，变成讲为甲剩单线，啊单线话就吼袂当过啊。应该这规条路拢封的，即摆剩单向通车，变成造成咱遮交通的冲击是足严重的，啊，佮甚至咱遮的车祸的。迄个车祸的案件伫还未做，甲做了，差要100%以上。淡水局检讨了后表示，以后会尽量避免伫假日来施工，若遇到事故，嘛会看情形来加强应变措施。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会来立即的一个调整施工作业，来撤除管制车道施工区域，来开放车辆的一个通行。那尽量会避免在假日调拨车道施工。根据局警警方资料显示，今年6月至10月，发现施工单位无照规定派人交通管制指挥，也有夜间警示做无到等等的缺失，总共是裁罚2件。另外，展文南化连通管线工程属于国家重大建设，当地居民虽然有共识，不过面对交通黑暗期嘛，希望讲会当赶紧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2个查甫、3个查某，小少去阿里山的蜜月山爬山，结果来着一个姓刘的老先生，无细致跋倒，而且那亲像有骨折。警消接到报案，赶去山顶救人，也过因为山顶大雾，能见度真低，所以救人较困难。眼前白茫茫，能见度真低，路嘛无好行，不过这群人完全唔敢停落来。用着崩塌厝靠板车来接力，甲人运落来。因为当中一名伤者，这群人是来自台南的登山客，拢总2男3女，落去中昼左右，行到往石高方向22号桥的所在。其中老成的男登山客无注意跋倒，规身躯真侪挫伤，还佫有骨折的现象。搜救人员赶紧前往救援。于2号隧道崩塌处接触患者，该患者意识清楚，生命真相稳定。给予包扎固定后，协助通过崩塌处。今年8月，蜜月山嘛捌有4名登山客被困掉的，全年累计到9月底，拢总3件救援，加上1件民众自行离开。这个意外敢是天气影响，还佫看主管机关的调查。不过山区天气的变化真大，消防局嘛提醒民众爬山的时阵，都要随时注意。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加以报道。
涉水桥是南投溪地乡在地文化，农会特别邀请艺术甲学生做会演，嘛甲在地的出名的红茶、茶米放伫红仔底，希望甲溪地乡的会演甲红茶两款文化合作伙继续传承落去。 学生手刻草批，也无倒画图，也是写字，只是南投溪地乡举办的做会仔活动，为着要传承在地涉水桥文化，社区特别邀请涉水道第2代陶艺师来教，互溪地高中的学生会当体验到上传统的陶艺产业。画了一个王冠。他觉得捏陶这个手工艺觉得怎么样？ 很好玩。柴烧的特色就是高温下的迄灰烬，会甲迄灰仔夹伫面顶时阵，伊的灰烬融化，然后也产生不同效果、不同颜色，这都会变较独一无二，就出来效果看起来较古朴色安尼啦。用在地白线涂粒做草批，放入去装窑内底用茶烧。 根据温度、角度、材质，甲灰糊夹伫灰仔的程度，会烧出无共款的形。落尾烧出来粗灰仔唔免夹油，可以保持原地的面貌。这就是涉水窑的特色。因为呢，我们歙水窑呢，在我们这边已经蛮悠久的历史。今年呢，我们希望由我们在地的大师，就苏文凯老师，帮我们做我们的这个窑烧。窑烧出来后呢，专程装我们今年比赛哈，我们评鉴赛红茶评鉴赛的特等奖。今天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想让我们的一个 于此的小鱼儿哦，对家乡有更深一点的一个认同，也让我们小朋友能够走入社区，跟社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甲溪地乡出名的红茶茶米，放入去用茶烧的灰仔内底保存，红茶就特别香佮甘甜。这个活动唔但让溪地乡的陶艺甲红茶文化顺利发展，也帮助学生认捌在地产业，对家己的故乡有更较深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 文化新眼界，咱来看婚林六帮马无固定的cung庙。当年以过路绕境5股16庄轮流去红坛奉祀，因为涉接刷来刷去，所以新村有必损需要修复。今年2月份的时有跋杯请示，就要开始修复，最近完成啊。马上济济信众去看六帮马，即马新的面貌。小西慢慢以涂料来塔，无急无赶修复六帮马正准形象面容。 今年六帮马祖因为无固定的庙宇，每年以过路绕境5股16庄，由轮接骨路去临时安坛供民众来拜拜。嘛因为当年的刷动等原因，导致尽量逼去就堂严重。阮每一厝的过路的当中吼，拢爱坐轿，啊去运的时间拢差12点钟，吼差12点钟。啊，伫这当中，这个面相吼有小可损伤着，损伤到真厉害。六帮马会表示。 为着延续六帮马过路宗教文化，避免形象受损的情形搁恶化，今年2月份经六帮马会跋杯来请示，搁由大会议决通过，由修护师理事上9月份展开1个月尾修复，最近嘛已经完成，吸引真侪信众前来拜拜，嘛来看修容后新尊。之前大概是怎么样？就是比较剥落。对啊，就是在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的。 之前是脸颊，就是有剥落，对啊，然后有凸的，有凹的啊。现在修完它就比较长肉，就帮它微整形，然后就变得比较漂亮。也是改变，面貌就是讲伊原来的面貌，你要把它修得更圆融啊，更好看，不能这样，这是第一个要件。所以伫个修复的当中，经过阮5股商务理事一个安尼来甲看吼，拢无做样。六帮马过路。 106年由文化部指定重要民俗，112年将由虎尾过溪谷轮值，嘛是六帮马5股中砖头上侪1股。顶一届轮值是民国52年，六号已经完成종료仪式，全砖头拢真期待，嘛已经开始筹备明年的过路庆典。记者为你报道。 继续来看2002年，大东县的太麻里为成立原住民的拉人学校，也毋过3当前发生火灾，伤害学校内底传统排原族的文物。即马经过各界关注有定起，拉人学校嘛以新的面貌甲大家见面。伫大东太麻里乡排原拉罗兰部落的拉人学校，内底拢是有历史传统原住民拉人的文物。毋过3年前的一场大火，规个是拢乌有去。 创办拉人学校20多年排湾的族人萨克洛，休2年外了后，接受外界赞助，原地重建。
伊讲中建了后的6人学校，同款会传承英国甲大家安怎甲大自然共存的理念，而且会搁较有系统，甲大家认捌大自然，做传统蜡人的工具甲射箭，也搁有去山顶做体验。伊讲全新的蜡人学校是属于大家的。Hunger School 它不是部落，它也不是排湾族，它是属于全世界。我们应该用这种更开放的心境跟心态。目前蜡人学校伫咧部落的族人甲志工的参与之下，已经特别完工，也搁有澳洲籍的志工嘛来遮斗3工，因为伊认同蜡人学校教育的理念。我喜欢念居民，我喜欢他们的生活，还有这里的海，跟澳洲是一样的海。沙区路强调讲，即马蜡人学校会严格遵守以大自然的教育为主，并不是观光区，所以袂对外开放互人参观。不过会开放互学校用预约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甲交流。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客家有一个收藏家，叫做杨春娥，伊收藏古物10多档，即个伊是对外分享100多件收藏，希望互大家认捌无共年代的文化。雕仔机变的摇锅，用火炭去烘的玉豆，装塔用的镜台，甚至是陶瓷做下的七星剑。看到这一项搁一项稀奇的文物，互人袂输转来到古早时代。毋知人搁掠准是迄个的道具，其实这100多件的文物，拢是杨春娥数10年来的收藏。因为我这边是从一位吴老先生手上他承让，然后把它承接下来。那当初的初心是想说，把这些古文物流传给后代知道。早期人物的图画、刺绣、真有路的长衫和济济生活中的物件，虽然大部分看起来较老旧，不过拢保存甲真完整。收藏家杨春娥也是一位企业家，现阶段伊投入文化艺术产业，甲伊收藏有故事的古物，提供予更较侪人观赏。或者乡亲会当了解过去，老的会当温习过去，少年的会当了解古早的这生活的这状况安尼吼。展示这个古物的，最主要是要互咱更加侪人来观赏，来了解到咱台湾无共时代的文化这个传承欣赏这个古物，就亲像是咧体验过去人民生活过的脚印。这边杨春娥分享的收藏有各种时期的文物，为民生用品到器具、武器拢有，就是希望会当甲历史传承落去，互大家体验无共年代的文化特色。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的东港是有一个艺术家，叫做柯万里，伊用木雕、用写实的方式，把讨海人的生活拢总刻落来，希望透过这艺术品传承渔村的文化。伫工作室一道一道钉金雕刻，东港的艺术家柯万里早期是在做宫庙的建筑雕刻，但是后来因为中国人工较俗，台湾的师傅渐渐无市场，所以柯万里从20年前开始转型做艺术创作，用木雕记录故乡的渔村生活。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所以我慢慢思考说，从事我最熟悉的环境——东港。东港大概就是渔民比较多，开始去摸索，用木雕去记录，一些渔民的生活。柯万里从做囡仔就看阿公阿爸出海掠鱼，对讨海人的生活特别有感触，就以这做主题雕刻作品。太太对伊的坚持也真认同。而且我有一寡朋友来参观，伊讲伊看到迄个物件。伊讲伊看到的，就是讲伊感触很深，讲竟然阁有人甲这物件，以创作的方式拢甲记录落来，所以我会感觉讲足欢喜的，继续甲支持落。每个20人的一些生活背景环境都不一样，所以也会影响创作。所以可能这个我是希望可以继续发扬一些海洋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传统的戏法，也是丰收的表情，拢刻甲真有路。但是渔村的文化当地消失，柯万里师傅毋望用伊一生的技艺，甲讨海人的共同记忆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渔猎新园港的地下铁新路线，车头内底有展示渔猎的古文物，互车头即马毋那是车头，嘛那亲像是一座博物馆。
连接希腊上无形的港口城市派瑞亚斯，加首都雅典机场之间的新地铁，其中一段连通道的透明玻璃地板下骹，有真侪做完前4世纪的马赛克地砖加陶器等文物，互行过人敢若伫咧参观小型博物馆。We have proven here in Piraeus that they can coexist, and the result is obvious. I mean, here in this station, it's almost a museum. 派瑞亚斯地铁是伫咧地下17公尺，开10年的时间学，总共有6座车站。今年9月完工启用，这寡电力的文物就是伫咧工程期间学出来，真侪拢是2600年前的物件。为了要互乘客更加了解当地历史，希腊文物机构发挥创意，把这条希腊上重要的现代化地铁路线，甲历史结合做伙。Και με αυτή την έννοια μπολιάζουμε πρώτα-πρώτα την καθημερινότητά του με κάτι ευχάριστο, κάτι δημιουργικό, κάτι καινούριο, κάτι άλλο, κάτι που μπορεί να έχει στο μυαλό του την ώρα που θα πάει το τρένο. 希腊的历史真久，伫咧工地内面学出古文物无伫咧稀罕，不过命乱保存甲维护是真重要。派瑞亚斯路线伫咧起的时阵学出来古文物，全部拢放伫咧特定的保管室内面，有一寡正伫咧进行修复。其中上特别的一件就是一座茶门，因为惊讲会歹去，全部搁浸伫咧净化水内面保存。Δηλαδή να το σταθεροποιήσουμε κάπως για να μπορέσουμε να το σηκώσουμε. Να το μεταφέρουμε χωρίς να στεγνώσει και χωρίς να σπάσει, γιατί επειδή είναι βρεγμένο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μαλακό. 除了这个电力的古文物以外，伫咧派瑞亚斯路线终点站，希腊文物机构也个复制古希腊时代特殊的灌溉系统的模型，会让看出这个国家对文物保存甲重视历史的程度。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天气报日在，咱同齐来关心今日下半晡天气的变化，各地台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是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27度；外岛的温度19度至2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